你聽我講啦，你應該咁樣咁樣咁樣嘛。我聽到對方同我講呢句說話嗰陣時候，可能我呢刻已經好混亂啦，有好多嘅唔同嘅好複雜嘅情緒喺我裏邊嗰陣時候，你竟然同我講話我要做啲乜嘢，嗰一刻係聽唔到入腦嘅。講呢句說話嗰陣時候都冇意思啦。又或者可能我真係已經梳理咗好多唔好嘅情緒，或者係開始諗緊應該點樣去面對嗰陣時候，或者已經諗到好多個方法面對嘅時候，當你係關心我，同我講呢嘢嘅時候，可能我覺得，喂，你講呢句說話，我已經試過噶啦喎，其實已經10萬個人同我講過同一句說話噶啦喎，我唔需要多個人同我講我要點樣做，因為我知道已經唔得噶啦，所以最好係先聽佢講先，問下佢，如果你真係想諗下繼續點樣行落去嘅時候，你有冇諗過啲咩方法呢？你對呢件事你諗跟住可以點樣樣呢？俾佢自己講下先啦，或者佢如果真係需要建議嗰陣時候，由佢同你提出。